One, two, three。恭喜晒我哋2013年度港鐵競步賽得以順利進行。今年已經係港鐵公司第9年同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合辦港鐵競步賽。今屆嘅賽事吸引咗超過1400名健兒參加，並為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籌到138萬元，共同為香港我哋嘅家建立更加健康嘅生活文化。期望明年嘅港鐵競步賽繼續有你哋嘅參與同支持，我哋一齊慶祝港鐵競步賽10週年，行多啲，健康啲。競步係一項既簡單而又適合任何一方面嘅人士參與嘅活動。不論你係初學嘅或者係資深嘅運動員亦都可以參加唔同嘅組別嘅比賽項目。今年本會好高興再次邀請到好多個海外嘅國家選手，希望藉此機會讓其他參賽者欣賞同埋學習到呢啲世界級好手嘅競技嘅技巧。我哋期望10週年同大家再見。呢個競步賽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香港賽事，亦都係港鐵公司一個品牌。每一年都係更加多嘅朋友參賽嘅。今年有14人，咁另外有約莫50隊嘅公司係參加呢個公司嘅隊際賽。咁希望今日呢個賽事亦都再一次令到我哋社會係重視步行同埋呢個競步呢個健康嘅一個活動。